我是苏拉，我是石田。咱们对吧？我们不来，我是新闻。没有苏红，我是小玉，带你一起认识音乐以外的 OST。Yeah， 天下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妈宝。对，就像是我们三个一样。对呀，就像我有一个特殊的妈妈，曾经就是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旁边的同学就等一下我们去福利社吗？他说好哦，等我，就类似的话语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监考老师就过来了，你在干嘛？你作弊吗？他就拿我的那个考卷直接打叉作弊。明天叫你们妈妈给我来学校，是不是到家之后呢？我妈妈确实很凶，怎么会作弊呢？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说可是我没有作弊，那为什么他会说你作弊？我说我在跟旁边的同学聊天，他就说没有作弊哈，我说对，没有作弊。好，我们去学校。我们以前的那个学校中饭时间呢，都会播放那种心情小语，然后来讲一些什么近似语那类的。然后那天讲到一半之后呢，你就听到他妈的给我出来！后面他就噔噔噔噔。今天的那个我们的心动之声告一个段落，请1年的几班蒋玉洁到校长室，移到我们的校长室，打开门就看到我妈妈，她在那个校长室的椅子上。来，儿子来，来妈妈这来，你妈妈很夸张。告诉妈，你有没有作弊？然后我就说，没有作弊。他说，好，那你告诉我是谁说你作弊？哦，你也表情啊，就看着那一堆老师们这样子，是他。然后那个老师出来了，我说，对，我看到他就是他作弊。然后我妈说。那他怎么样作弊了呢？因为他一直看那个同学，我妈就说：“那我现在看你，我就作弊啦。”好凶，然后就有一个老师觉得说，这妈妈怎么那么无理取闹？就说：“妈妈，你不能这样无理取闹，你这样子的话，你是一直护着你儿子，他就是作弊。”然后我妈就这样，怎样？要跟我打架吗？打得赢我吗？然后就有一个主任类别，他就说，先不要吵这个，那我们就直接验证我们的考卷对不对？然后就拿我们的考卷嘛，就来比对。反而我的还比较高分啊，他的是那种跟我差40几分烂到爆炸那种，20几分那种，我怎么可能会看他的，对不对？那事实证明就是，他说，你的儿子就没有作弊这样子。然后就我妈就说，那怎么办？光头怎么办？你们知道光头是谁吗？光头是我们校长。然后光头就说，我们校长就说，光头就说，要不然就请那个老师跟他道歉可以吗？这样，我妈说不行，你们全部一起给我跟我道歉，所以就全部的人对不起。但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一个重点。哪一个重点？怎么会在考试的时候聊天呢？不能聊天的，这不正当。对。你妈妈到处想找人打架呢。对呀，我们连去那个邮局，你知道吗？邮局，我妈妈好像想办那个邮局的什么存款类别吧。你们有这个方案哦。然后那个人就说，对啊，怎么了吗？那我可以办吗？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的资料有带吗？有，我都有带这些资料这样子。我说，好，那就这个打个电话给他签哦，就超拽他，对不对？然后我妈就说，好哦。这个也要签吗？这样，因为我妈就会确认嘛。然后那个人就说，刚不都讲过了吗？打过都要签呐。我妈妈就开始，好哦，知道了，好哦。这个也要签吗？故意的，我妈妈故意了。他意。我刚不是说过这也要签，打过都要签呐。然后我妈说，你现在在拽什么东西？你出来嘛！出来，打架啊！你出来啊！邮局公公，你出来啊！出来！妈来打架嘛！打架出来啊！打赢我吗？我还要拉着他，因为那个缝缝很小，我说他到底是怎么钻进去的？他妈妈是属于就是这种炸裂型，对，那完全跟你妈妈是两回事。所以你妈妈是比较温驯型的。我很会模仿他妈妈，他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委屈，他妈妈都会这样。对，没事。对，他手会这样。
关系啦，他妈妈对人是非常非常，我妈是很 peace 真的很 peace，就是我们就跟我一样，我也不喜欢正面。他妈妈遇到什么都是这样。对啊，所以她很容易受委屈。她的强悍在哪，你知道吗？杀鸡的时候，就人看到他妈妈都会觉得，哇，这个很好欺负。而其他他妈妈说，跑掉，那女的又来了，好恐怖，那女的又来了这样。但我妈妈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人，她是属于中间型的，是不是？我妈跟我一样是非常世故的那种。OK。譬如说，因为我妈是讲，就是早期啊，可能别人就是会跟她说，这是你儿子啊，然后我妈妈可能就会解释，她说，哦，不是了，这是我女儿。然后到后期呢，因为我妈妈已经世故到，她觉得说不要去反驳别人，就她就觉得说也不要浪费时间用她做生意很好。她说这是你儿子啊，我妈说对我小孩。她会顺着别人的话去讲很多事情。我看过我妈妈一个很厉害的，因为那个客人有时候很没礼貌，就他们可能就会说马铃薯啊怎么那么丑，所以我说马铃薯漂亮是长什么样，然后那客人可能有长发吧，他就说对了，这个也算好吃就好，好吃就好了。但是我妈妈很厉害，我妈妈可能就会说啊，她说怎么都那么丑，然后我妈妈可能就会说不会啊，很漂亮啊，跟你一样很漂亮啊，讲你知道，她就会讲很厉害耶。我妈妈很会，但是我有妈跟你一样丑啊。我后来我就跟我妈开始妈很厉害，就是只要是人家说，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太好，我就说不会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我这个就是有一点变相的在洗脑对方，说你很棒。比如说之前已经看到这样，我还是说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很棒啊，不一定要在。你有你的市场，这一类的，我会这样讲。而且我妈本人是比我还像明星，对，她新吗？常在市场的时候，人家就会客人走过来就说弟弟高丽菜怎么卖这样，然后高丽菜怎么卖，对我很凶哦，转过去就说啊玉女，我昨天看你女儿的这个电视，她又去什么韩国又去哪里，但是她最近在忙什么很忙，然后我想说她敢不像敢不叫弟弟吗？然后我妈妈以前都会就是有一点在这里啊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妈也放弃了，我妈就说对啊，她最近很忙，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这样。因为她知道我也不想要打招呼。好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3个人其实都是在妈妈的爱的滋润下面的去完成坚持我们的这个音乐会。对，因为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管怎么样，她永远都是说我是你最大的朋友。这样，我好像都会讲，妈妈感觉就是那种最重要的角色。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学，今天要学一个族语，一定要学一下。对，就是妈妈很重要。美丽族语，来，妈妈，妈妈我爱你，就是雅雅熏米素鲁安。这个有点，我把你放在心里的意思。鲁安，鲁安是心里，对。那我把你放在心里，就是觉得你很重，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也可以解释成我爱你。然后对我妈说，雅雅熏米素龙啊，对，很会哦。好，来，我要有越来越标准。我要另外一种情绪。来，你来一个情绪，我看。先哭。我不用那么认真吧。雅雅熏米素鲁啊，大家要对妈妈好一点哦，一定要很辛苦的。对，因为妈妈很多钱可以投尤其做生意的。好了，大家学起来要对妈妈说我爱你哦。今天的认识以外的 OST 呢，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耶！去哪里？